刻再見愛人嘅漫畫畫像。我們使用了 DeepSeek 輔助描述詞，用記夢 AI 來生成的圖片，每人4次修改機會，最後選出一張照片。喂，作弊！我覺得係個 AI 嘅問題咯，我覺得我已經描述得非常之好。反正唔係你自己嘅問題，係咪？但是4次使用下來，為了更貼近，描述詞就得詳細。但是 AI 的忘性很大，大部分的生成圖只能符合一半的描述詞，所以進入了越不像就得越描述，反而越不像的死循環了。戀愛4年，結婚6年，挑戰能不能用 AI 畫出對方。亞洲男性皮膚偏白，鵝蛋臉偏圓，有微微嘅雙下巴，有胡茬，黑髮。長髮全部紮起，沒有劉海。同眉兼眉。最靚仔上塊面最靚就呢度。眉眼間距較近，即係呢一個位比較近。非常明顯的雙眼皮，眼睛較小，眼尾微微下垂，戴銀絲全框眼鏡。鼻子不高，偏小且有點塌。啱嘅。嘴唇厚，有點凸嘴，但唔啱。我揾出嚟2張圖，你覺得似唔似你？你試下做下佢嘅表情，笑到佢咁樣，對住個 cam。我呢個又輕輕皺眉，冇，嘴唇放鬆。好似呢個真係有啲似喎。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。甜美面型咧係圓面嚟嘅，跟住下巴微尖，係啊，好啱啊呢個。內雙眼皮，中等大細，眼角有啲下垂。唔係喎，呢度眼角呢度眼尾係嘛？係啊，打錯咗。眼下方長痣。右眼呢度？係啊，你係有得呢粒啊嘛？係啊。OK。但係佢都幾成功識別出嚟，但係有啲誇張咯。跟住咧？蘋果肌飽滿，嘴巴小巧，嘴唇較薄，露出小虎牙，係咯，啲啊好可愛嘅小虎牙，眉毛淡眉，髮型係中長度嘅帥氣風格，冇錯啊，我覺得我啲描述都好精確啊。咁所以我哋兩個邊個贏咗？我覺得係你贏嘅。感覺喺呢個 AI 嘅世界裏邊，冇一個人會係贏家。OK，快！